加拿大大雨落甲做水灾，是52年来上界严重的，有铁基路地基起互冲甲了了，而且阁有4个人失踪。罗西亚乌克兰战未煞，乌克兰敖德萨一间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去互攻击，罗西亚首都冒无人机入侵。美国俄亥俄州一个非裔驾驶交通违规去互杀落来，伊本人是无攻击的行为，不过警方说是放警骗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风台度所在的状况。目前，这个风台路线也搁咧向南平线，而且也搁在变强。如果是东南部会有大水雨，尤其是东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多数的风台目前以每点钟1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风台眼清楚看会到，结果愈来愈杂北。虽然受太平压高压势来影响，上升有报路线有淡薄仔往南修正。中心电力几率降低，也毋过强度也咧增强。暴风半径会继续扩大，拜日起外围风系对影响台湾，拜3、拜4影响上明显。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广泛的大雨或豪雨出现，尤其是在台东可能会出现大豪雨的状况。这样子雨势比较大的情形，一直要到礼拜5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才会逐渐的减弱。气象局拜一暗发布多数的风台海上警报，拜2下半工发布陆上警报，拜3起。这方面的东北部会有10公分等级的降雨，拜4雨区扩大，全台各地有雨。东南部爱减风大变雨，拜5中半日天气犹原无稳，尤其中南部风场转为西南风，犹原有可能较大的雨势。那风台无定了中心结构无受陆地破坏，可能对东南部、南部威胁加重。10级风帮我们半径可能只是擦边而已，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时候环流，它的台风受到结构破坏的这个量就少得更多，所以等于是说南部还是容易受到这个台风环流偏南风或西南风的影响，那还是有可能会有强风豪雨。尤其是那么久没有强烈台风接近，或者说强风发生啊，这个路上的招牌甚至交通号志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退休了后，头一摆接受网络电视专访，也提醒民众，台湾有大约3至4年无较强的风台发近，多数里可能对东南部带来10级以上的强阵风，中部100也有9级以上的瞬间强阵风，未通疏忽。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加拿大的东部，这几天是大雨落甲做水灾，上无已经有4个人失踪啊，而且有真侪交通建设，亲像是桥啊、铁基路拢断去。甚至有的所在铁基路地基去互大水冲了了。另外，伫咧中国，即阵嘛有真侪所在咧做大水防山，咱就会来关心。铁基路下骹全部互大水冲蚀，即个景象看落会惊。加拿大东部诺瓦斯科西亚省顶礼拜5拄到52年来上界严重的大水雨侵袭，短短24点钟内，部分所在降雨量都超过250毫米，差不多等于是3个月累积的降雨量。那铁基路规个路基无去，为空中看来厝拢浸伫水内，四界拢浇水。People have seen their homes damaged. People have seen, their safety at risk,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out power, particularly with rainfall expected to continue. 这阵大水雨甲水灾造成4个人失踪，其中2个是囡仔，全部拢是车去大水淹去了后失踪。官方也持续伫搜救。当地省政府是讲，目前已经疏散500-600人，不过这个灾害影响当地交通建设，不少桥道路拢中断，带来料想未到的损失。We have approximately 25 bridges impacted across the province. 19 have been damaged. Investigations continue on that. But six of those bridges were just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e force of the water and the impact it's had. 虽然目前雨有较温和，不过大水雨强劲过来。诺瓦斯科西亚省顶礼拜6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一定持续到8月。大于250毫米。同款有严重水灾，还有中国。顶礼拜6，浙江、辽宁、内蒙古、江西真侪所在，拢互大雨侵袭，煞做大水。辽宁灾区水淹甲胸坎，救灾人员敢来当用行的，甲灾民挨出来，已经疏散将近5600人。浙江杭州这块的村庄，阁因为发生土石流，造成5个人死亡，3个人失踪。公司新闻张淑平编译。咱地球有差不多是5派土地是永冻土，就是长期的温度保持伫咧0度以下的土地。
全世界上大永冻土涌起了的深坑是伫咧洛西亚，是巴塔盖卡大坑，伊是有1公里长、100公尺深。不过，即阵天气愈来愈热，这坑就愈涌愈大坑，一寡本地包伫咧土内底物件拢走出来。亲像温室气体若走出来，就会害天气变搁较热，变做一项恶性的循环。另外，还有一寡古早动物出土，亲像这只长毛象，就是永冻土涌起了后才去互发现的。互人更较烦恼的是，这出土的可能毋纳动物，还有一寡古早时代细菌甲病毒。这寡未知的物件，咱人类真有可能记载袂掉。伫这规大片绿地中，有一个长1公里凹落去的大坑，这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巴塔盖卡大坑，是全世界上大的永冻土样坑。伫最近这几年，互人发现伊的范围愈来愈大。表示地球暖化正加紧永冻土涌起的速度。Здесь немножко вот от тропинки где-то метров 20-30 было, сейчас вообще близк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考察人员落去这个100公尺深的大坑内面，看到内面有真侪小山区。巴塔盖卡大坑是伫1960年代形成，因为附近的树仔拢被错掉，无实物砍掉的了，造成永冻土涌起。规个地面才会落落去。根据当地人讲，一开始这只是一个小山沟仔尔，淹过伫日头照了，永冻土慢慢涌起。专家担心未来温度若继续上升，再加上人为的压力，永冻土会永远消失，为地球的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It will be gradually released in contact with the atmosphere. It will be consumed by bacteria, leading to higher methane emissions and CO2 emissions, speeding up the greenhouse effect. 专家讲，到目前也阁无法度判定巴塔盖卡大坑扩大的速度有偌紧，淹过俄罗斯暖化速度比其他地区近2.5倍，包括着国土65%面积的长期冰冻海湾，怎么正伫咧涌起？除了会放出冻土层内面的温室气体。俄罗斯的北部自陆也出现路变形、光线加次损害情形。其实有真侪研究拢发现，极端气候加冰洋是因果关系，尤其是伫北半球真侪所在，拢有冰洋速度加紧的情形，是全人类爱共同解决的问题。公司新闻牛眼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中国乌龙江省的齐齐哈尔中学，昨下晡体育馆的厝顶放弃，逮到内底当咧训练的球员，加强是造成1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情报单位表示，中国是利用伫咧韩国的侨胞甲留学生等真侪管道，影响南韩的言论发展。亲像最近福岛核废水争议，中国就出手。英国《Times》报道，英国最近是正咧流行一款基因测试，开99块英镑，可代表4000就当分析基因，定出适合个人的假时间运动计划。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Twitter 的头家马斯克是要甲 Twitter 用真久的蓝色胶的 logo 换掉。上天美国时间7月24日改，换用英文字 X 的图样。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绿色阁有一间酒吧，把一个对女性无礼貌的人客赶出去。想袂到这个人客竟然是牵汽油弹放火报复，害11个人死亡。罗西亚自从宣布退出乌海协议了后，就一直放任乌克兰南部的港口敖德萨，一间当地有20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主显圣容大教堂，嘛去互飞弹崩掉。咱看这天棚拢崩崩起，而且内底嘛拢密密麻麻。咱来看这人内底本来是遮尔水，即阵煞是变做安尼。所以讲国际拢批评罗西亚这款迫害文化遗产行为。另外，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空中是出现怀疑是乌克兰放的无人机。俄军讲因用无线电波甲干扰了后，无人机已经摔落去啊，无造成人员伤亡。为附近民众用手机翕的画面，能听到精彩的扑来扑来引进的声音。外电引用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讲，两架无人机飞到莫斯科，意图不明。然后由军方电子战部队用无线电波干扰了后失控，最后落地南区的里哈契夫大道顶悬一间商业大楼的厝顶，互上顶悬几个办公室的窗仔拢破去。Просто вот хлопок и все,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летяще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я окна открыты, ночь 3:39 и как бы。因为唔是主题区，阁唔是上班时间，所以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除了地面由警方暂时封锁附近道路，俄罗斯外交部等单位指示天光了后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想要用无人机发动恐怖攻击。不过乌克兰并无对俄方的讲法做出反应。是甲欧美国家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斗阵批评俄军用飞弹攻击敖德萨市区，主要造成面体损坏甲一人死亡。当地因讲是全球前10大之一，也是乌克兰上大的东正教堂，主显信仰主教座堂严重损坏。Приехала охрана, сказала, что здесь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После отбоя тревоги мы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 и вот увидели. Прилетела в дом, взрывной волной нам снесло. 俄罗斯认为进前克里米亚大桥各受到攻击，是乌克兰由海上所发动。撤回攻击制造船只来发射武器的地点就是敖德萨。当地民众指出，敖德萨无任何军事设施，不应该遭到飞弹攻击。不过，这伫乌克兰西南部濒临乌海港都是乌克兰重要的海军基地。两边讲法是真是假，拢爱过验证。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泰国前进党的党主席皮塔挑战2届总理大位，拢因为军政府插手来失败，这是引起真侪民众不满。说讲泰国的首都曼谷遭到大阵民众行街路抗议。落雨嘛无法度压化泰国民众的怒火，几多摆民众23暗时伫泰国首都曼谷的街路控诉亲军方人士阻碍前进党党魁皮塔做总理，唔管选民用一张一张的选票点现的民意。Just get out, man. You're too old. Let new people, let new generation do this. I want, but I didn't get something that I want. So yeah, we are angry, desperate, and tired for a long time. 民众嘛，搁再比出2020年民主改革示威，紧接看的3张手势，表达反独裁决心。皮塔2届挑战总理的大位，头一届无下过参众2年过半数。第2届是因为直接从投票否决参选资格，期间阁因为有媒体股票，互协会法院暂停议员的职务。看局势无法度改变，前进党退一步，顶礼拜5宣布要支持盟友为泰党推选的总理人选。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จะเสนอชื่อแคนดิเดตจาก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เป็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ที่30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บที่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เคยสนับสนุน为泰党一定推撒真受企业界欢迎的帮善好家人宝塔来争取同权者支持。不过因为前进党主张改革侮辱王室法，引起保皇派无欢喜。亲军方政党已经放掉无支持任何甲前进党有关的政府。泰国走过的路途，恐然也是真歹行。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柬埔寨全国会大选，执政党摕到超过90成选票大赢。不过，这并不是代表讲执政党足得人心，是因为伫咧选举进前，反对派就去互打压，上大在野党嘛去互禁止参选，才有这款结果。也若是现任的总理洪森，敢会继续连任？其实伊伫咧选举进前就宣布讲，要互因后生洪马内接任。只有造成投下这票，选举结果也亲像外界所预测的，赢个人的色面。柬埔寨礼拜举行大选，因为人数规个红清除，唯有影响力的反对党国共党，阁互人禁止参选了后，总理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摕到96%的选票，伫125个国会席处摕到120席，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今年70岁洪森较早是极端共产主义赤干的成员，经过内政甲大屠杀，后来互清算逃走去越南，投靠越军反共赤干，搁伫1985年做总理。伫38年的执政期间，洪森透过军队、警察甲情报机构这网络坚固家己权力，为了镇压反对势力，洪森利用法院解散可能威胁到伊统治的政党，领导人物也互逮捕。伫无对手的优势，柬埔寨人民党伫2018年大选。这群摕到国会全部125席的席位，尾仔洪森就开始安排伊的后生来接班。
45岁翁妈来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嘛伫英美大学留学。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这个留洋派坐起总理的地位，柬埔寨的政治环境也未够较开放。翁妈来礼拜面对媒体询问会安怎领导国家，也无愿意加讲。翁心伫投票前就表示，一定选后3至4礼拜就会交接。翁妈来上紧后个月就会成为柬埔寨总理。不过分析指出，就算翁妈来坐起大位，并无代表翁心的消息。随上两组接班人无按照伊的模式来进行统治，翁心可能随时就会出手夺回权力。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我来看西方国家的政治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言论甲政策拢有真侪争议，虽讲伊着内阁改组想要安踏民心。这其中是有一个真少年，今年才34岁艾塔尔接任教育部长。不过因为伊是读私立贵族大校大汉的，所以就互人质疑讲伊根本就唔知影一般学生的困境。34岁新任教育部长艾塔尔甲参议院议长拉谢实在是为甲暴动过了的状况。艾塔尔是1958年法国第5共和建立以来上少年的教育部长，伊互法国媒体叫做政治行动，也互看作正大未来数十年未当收回的新名称。Je rappelle qu'un projet de loi qui permet d'accélérer drastiquement toutes les procédures de travaux de reconstruction vient d'être adopté par le Parlement après avoir été adopté à l'unanimité au Sénat et je salue à nouveau son président. 艾塔尔为23岁加入组派社会党幕僚团队了后，正道就一路晋升。2016年，担任马克龙创立的前进党，2009年到2022年担任政府的文面，加做发言人。29岁出任国务秘书，加做上少年国员。不过，艾塔尔一接任教育部长就引起议论。伊捌读上流精英私立中学雅尔萨斯学校，这间学校位于巴黎上贵地段之一，基本学费一年3000欧元，大约代表10万。录取率低，国中部664位报名的人只有86人。对艾塔尔这款的私校精英外界质疑，伊恐惊唔知影公立学校的发展困境，甲一般学做辛苦。那安尼，敢是失尽教育部长这个职务？那伫纽西兰，司法部长艾伦因为防指控酒驾造成车祸，伫3项逮捕，4点钟了后释放。伊防指控无细致驾驶甲拒捕，随后伫24宣布辞职随生效。She understood that retaining her ministerial warrant was untenable, especially for a justice minister to be charged with criminal offending. Kitty is now heading home and will be taking time to consider her future in politics. 艾伦是纽西兰4个月来第10位是一个国员，为3月以来，纽西兰警察部长、海关部长、运输甲移民部长先后辞职，原因分别是秘密提供资讯给金主、退出工党、投对他党。甲无申报持股可能有利益冲突，因为纽西兰10月就要举行国会大选，执政的工党一定会面临更较艰难的挑战。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美国是又搁发生警察执法的手段伤过超过事件。俄亥俄州是有一个非裔司机，因为交通违规去互警方抓落来，伊人是已经落车，双手搁举悬悬，无偷藏武器的嫌疑。不过警察是有缘放警犬降价。Do not release the dog with his hands up. Do not release the dog with his hands up. Don't. 虽然有其他警官提醒唔通放狗，一个警犬也是走去夹一个被拿检的非裔查甫人。这违规查甫人已经落车，举悬双手，在地警察有缘无听劝阻，放出警犬。警犬出来救，这查甫人听甲一直发出惨叫。这时阵，一个女警看袂落去，点点离开。现场警方真无简单，才将警犬救开。违规查甫人被上铐的时阵，看出伊的倒手拢是伤痕。这代志发生伫7月初，23岁罗斯赛货车因为无分达，互警方拿检无停，伫俄亥俄州的高速公路逃走64公里，才被抓落来。伊落车时阵无攻击的动作，遭互警方放到驾伤。美国优秀警长协进会批评警方是野蛮，互人想起1960年代南边发生的向民权人士放狗的可怕历史。因认为这回警犬架人警官应该受处分。俄亥俄警方目前在调查规个代志的发生经过。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来看2站3岁囡仔以外，印度有一个囡仔摔落井，救援队拼6点钟才平安将救出来。另外，美国迄边有一个囡仔走入去田林，迷失方向，警方派直升机才找到啦。救援人员拍伫水井边提手电啊观察内底的动静，一个妈妈就去伫边仔咧等，因为伊3岁囡仔拜日伫印度东部纳兰陀地区耍的时阵，落入这12公尺深的水井内底。救援人员马上出动机具来学，同时控制要提供上诉的管啊甲摄影机观察囡仔动静。经过8点钟的抢救，总算成功将全身落河的囡仔救出来。救援人员赶紧用背部将囡仔包掉咧，送去救护车。好高赛经过治疗了后，状况稳定，无啥物要紧。另外，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格林郡最近当地有一个3岁囡仔拍见，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出动直升机敲找，总算发现囡仔影只。警方表示，囡仔伫案发迄一天晚暗6点，趁电话无做伙，为后庭走出去，穿过番麦田甲公路，家己一个行伫沟仔边，最后互人发现伫一个黄豆田。真人知影消息了后，赶到现场将囡仔抱转去。救援人员也感觉真幸运，找几点钟了后，囡仔用平安回来。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好莱坞最近是有2出新电影票房抢滚，一出是《芭比》红的真人版，一出是《奥本海默》。即阵这2出电影佫联手宣传，根据调查，一群就买2出电影票的观众增加3成。Hey Barbie。芭比真人版本的电影是讲芭比甲肯尼离开粉红世界，最近到现实的人生探险。马格罗比甲雷恩·葛斯林的演技，也佫有正牙讲女性2队好莱坞的新女导演格丽塔·杰维导演编剧，也袂演就正轰动。We're in a race against the Nazis, and I know what it means.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作做核子弹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共名的传记电影，导演是英国的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是伫咧讲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研发出史上第一批核子武器，见证战场的残酷本质甲人性的不安。一部伫咧反省战争，另外一部是女性的自我探索。即马网络顶正流行，同一天连续看这2部电影。It's a perfect double bill. I think actually start your day with Barbie, then go straight into Oppenheimer, and then Barbie Chaser. 这2部电影的片商，华纳兄弟甲环球电影，甲电影的首映拢定伫咧同一天了，网络就开始出现各种迷因图。2部电影并列的各种 T 恤也卖甲真好，还有人专工翕底片。根据美国连锁影院 AMC 的资料，有售票开始卖到即马，同时买2张票的人数增加超过3成。同一个档期竞争的电影最近拍片的行销策略，伫好莱坞进前也有过。这边2部电影的风格差遮尔多，讨论度才会遮尔大，喜剧也趁这边的宣传力度，杀出2片合体的视觉图。Are you gonna go see Barbie? Of course. 网络时代宣传的手法无任何的规则当讲，对正想要吸引观众登到电影院的好莱坞来讲，任何一档诱导观众的活动，拢是好的行销。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所以感谢大家收看，咱再会。